就係由四大奇書之一嘅《西遊記》嚟改編，稱得上古典四大奇書之一，當然係一部唔簡單嘅書籍，亦都可以用多個角度嚟解讀。《西遊記》表面上係唐太宗李世民夢遊地府之後得到咗啟示，派唐三藏去西天求取真經嘅故事。齊天大聖孫悟空一路保護唐僧喺西經路上斬妖除魔。而另一種說法呢，就係話《西遊記》呢部奇書，其實就係喺度暗示緊佛家同道家之間嘅恩怨情仇，佛道兩家邊個地位高啲？又有說法話《西遊記》其實係喺度講緊描述人性嘅七情六欲，包括貪嗔痴，成部小說喺度尋求緊用乜嘢方法可以超越生死、長生不老，探討六道輪迴嘅故事。以上嘅各種說法呢，就太過高深啦，太過深奧，個人呢就未夠智慧，完全了解《西遊記》嘅核心故事係究竟講咗啲乜嘢，但係就可以用翻我哋嘅初